新北市要拼一天驻7万剂预防射，市长侯友宜到棒球体育场去巡视，正拄好负责注射作业的阿东病院进了一天出现护理师确诊的事件，加在针对全院5000多人拢总体检过，拢总是阴性。 那我们普筛完成了99%，全部阴性。那我们会往前14天不断的去做整个了解这个感染源的源头。双北在拼防疫，台北市长郭文铁透早嘛去万代国在市场去巡视所谓门禁实施的状况，有摊商真情希望市场的改建唔通等8年。对啊，这市场改建是大工程的。 讲到年底的选战，依照 TVBS 上市的民调显示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得到70%的满意度是第一名，为了部长，但市长虽然维持第2，也不过满意度69%分点。台北市长郭文铁排第3，高雄市长陈其迈、桃园市长郑文灿拢是第4名。把握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才是把防疫做好。啊，民调都是一时的。蛮多人给你鼓励要选2024。我跟你讲哦。 那个再讲面对民调起起落落，新北市长目前施政重点依然是放伫防疫。